案卷中的另外一些供词也引起了法医的注意。二郎说他煮了乌头药酒，大郎看不惯，直接用坛子喝，没一会儿就喝多了，舌头有点麻了。早点出来！他摔下去后突然喘不上气。法医基于受理大量毒物案件的实践经验，提出了一个假设：当晚刘大郎有可能乌头碱中毒。乌头作为中药材中的一种，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早有记载，虽可入药及泡酒，但却含有足以致命的成分乌头碱。如果处理不当，摄入少许便可致死。即便在今天，饮用乌头酒中毒的事件仍时有发生，但是，如果提前水煮、加热或炮制，乌头毒性会被降解、减弱。在古代，仵作用银针并未验出毒物，这是因为银针只在与含有硫化物的毒物接触时，其表面生成黑色的硫化银而变色。当遇到不含硫化物的乌头碱时，银针就失去了作用。来，由此可见，当晚酒局也并不简单。